今日嚟講就應該係1月嗰個紐約期油嗰個到期日啦，咁所以見到個走向嚟講啦，咁喺尋晚就急跌咗啦，咁拖累啲油股繼續下跌。咁但係睇到近期個走向啦，就似乎就開始啲油股個跌幅啦，已經相對地冇啲油價咁深啦。咁另外一樣嘢就應該尋日嚟講，亦都公布咗嗰個成品油方面嗰個嘅嗰個價格機制咧，有個改革嘅情況。如果將即係幾樣嘢結集埋一齊，跟住嘅日子嚟講，如果真係值唔值得喺呢啲嘅政策因素喺油價嘅走勢之中再捕捉一個石油即係石油股方面嗰個嘅投資嘅時機，同埋譬如石化股中線嚟講，都係咪值得一個上車嘅板塊咧？黃師傅。好啊，咁就成品油咧，如果睇翻今次調咗一次之後咧，但係市場嘅啲石油分析員都睇翻咧，其實相對於國際油價咧嗰個仲係屬於一個偏高嘅水平，有機會咧再下調嘅。只不過咧就發改委咧唔希望話一步到位做得咁急進咧，就嚟去減嗰個成品油價啦。咁如果再減成品油嘅時候咧，恐怕會令到譬如話中石化嗰個煉油嘅利潤咧，就會再有壓力嘅，會即係收窄到去大概咧就係每桶。如果而家咧就估計都可以賺到10蚊美金，但係如果再下調嘅時候咧，可能嗰個嘅每桶嘅煉油嘅成品油嘅煉油嘅毛利咧，會跌到落去得8毫股。等油價再去試低啲見底嘅時候咧，先至去買。因為尤其是我哋見到咧，就係話石油早減產咧，減完之後跌咧，其實係好正常嘅。因為即係減之前，大家憧憬佢會有得升翻嘛，反彈到接近50蚊美金，但係升唔破嘅時候咧，就出現一個回吐，跌得仲犀利。第二咧就有個time lag 嘅，有個滯後嘅。就算油組咧，以往嘅經驗嚟講咧，減產之後咧，起碼要半年到9個月咧，先會對個油價會帶嚟一個即係明顯啲嘅影響。咁就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要吸納石油股咧都可以等油價再低啲嘅時候先去買啦。咁而三隻嚟講，我會覺得就話有產量增長保證嘅中海油咧，會係比較值得揀一啲咯。因為就算你油價第時唔係話大幅咁回升，只係持平咁企穩，但係憑住中海油喺油啊同埋天然氣嗰方面嗰個嘅產量嘅增幅嚟講咧，新增嘅產量咧都令到佢哋嗰個嘅營業額同埋盈利咧都會有一個增長咯。咁睇翻呢個中海油渤海灣嗰邊嗰個嘅25億區塊，其實就喺2010年咧，估計就會開始投產，咁都會令到佢嗰個嘅油同氣嘅產量咧係會有所增加嘅。